南神话区农会特别作有台湾 LV 称号的家之茶送予会员，而且加码设计着4种色水，嘛开放予一般的民众会当购买。台南神话区农会专案做家之茶送予会员做纪念品，同时设计4种色水，真有少年款。即马吼，大家足注重方便的，这也拄啊去婆婆妈妈去菜市啊，吼，咱去菜市啊做购物袋也好啦，是买一寡咱的物件也好啦，吼。因为送予会员的家之茶真实的环境，所以讲特别开放予一般的民众买当买。因为送予会员啊，作为消费者的反应热络吼，所以阮就欢迎阮的卖场吼，嘛当提供予咱的消费者来选购啦吼。农会表示讲，这款家之茶是用双沿的设计，又阁有热具，也就是拖链啊，真用佮耐用，即嘛已经是农会人气的商品。Hello， 我是雷亚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